自從佢嘅動畫第二季結束之後呢，佢嘅商品就越出越多，我就越買越多。我間房已經唔夠位啦，但係我係冇可能唔買㗎。冇錯，今日玩具開箱片嘅主角當然又係我嘅最愛，戀上換裝娃娃嘅喜多川海夢。大家好，又係我香口膠。今日要開箱嘅係 Pop Up Parade 喜多川海夢黑江霞文化祭 version， 佢係屬於 Pop Up Parade 系列。今次呢個就比較特別嘅，過往嘅 Pop Up Parade 系列呢，大多數都係由 Good Smile Company 出產，不過今次呢係由 Aniplex 製造嘅。我就唔太理解玩具廠跨公司係點樣運作啦，而且呢個喜多川海夢黑江霞文化祭 version 呢，本身係屬於 Aniplex 一番賞，喺日本呢係需要抽一番賞嘅形式入手噶。包裝盒嘅外觀呢，就同我而家呢個唔同嘅，我嘅呢應該係海外版本。盒嘅設計同過往 Pop Up Parade 系列嘅差唔多啦，一個透明嘅膠盒，高26cm， 闊14cm， 底部嘅紙皮呢就印咗產品嘅基本資料，背面亦都印咗 Sales Outside Japan Only。如果係一番賞嘅話呢，就係880 yen 一抽，2025年12月推出嘅。而我呢個海外版本呢，就冇一個確實嘅定價，大約係港幣200至250蚊，發售日期就係2026年嘅1月。打開個盒睇下裏面有嘅嘢啦，裏面嘅嘢就唔係好多啫，有喜多川海夢嘅本體，同埋一塊黑色半透明嘅圓形底座。底座上面有兩個窿仔嘅，將喜多川鞋底嘅處仔插返入底座對應嘅窿仔，就組裝完成㗎啦。連埋個底座，呢個 Pop Up Parade 喜多川海夢黑江霞文化祭 version 大約高17cm。黑江霞係喜多川其中一個 cosplay 嘅角色啦，出自於佢中意嘅 HKM 作品《聖濕碌碌女子學園大小姐是恥辱俱樂部羞恥的夢幻生活2》嘅女主角。セイントヌルヌル女學園お嬢様は恥辱クラブハレンチミラクルライフ2のクロエしずくた。喺戀上換裝娃娃裏面，喜多川 cosplay 咗黑江霞2次嘅，第一次就係着住哥德蘿莉塔風格嘅衫啦，之前都開箱過呢個造型嘅景品嘅。而呢個文化祭 version 呢，就係和服女僕，呢個造型登場於漫畫嘅第40至43集，動畫第2季嘅第2同第3集嘅。喺時間先後順序方面呢，動畫喺呢個篇章做咗啲改動嘅，我對呢一點呢係有啲睇法嘅，不過留翻下次先講啦。我哋近距離睇下喜多川海夢嘅面容啦。之前我都講過啦，Pop Up Parade 系列嘅產品呢，普遍體積都比較細啦，所以臉部呢可能會有一啲啲崩嘅。今次呢個喜多川呢就冇出現臉崩嘅問題，有別於平時嘅招牌燦爛笑容啦。喜多川 cosplay 黑江霞嗰陣呢，會露出楚楚可憐嘅表情，非常可愛。臉部嘅上色呢好認真嘅，眼睛同埋櫻桃小嘴呢都畫得好靚同精細。因為喜多川係化咗妝啦，佢又好好咁樣重現翻眼影嘅效果。不過今次佢有偷懶嘅地方嘅，臉頰呢就冇油上微微泛紅嘅效果，但係就畫咗2點反光嘅白色點。同樣係因為體積比較細嘅關係啦，頭髮方面呢就做得相對較粗糙嘅，不過就冇出現頭髮邊緣殘留膠粒嘅問題。喜多川就佩戴咗一個女僕嘅頭飾，荷葉邊嘅髮箍再加2個蝴蝶結絲帶，雖然稱唔上做得好精緻啦，但係就完全冇上色出界嘅問題。喺背面睇嘅話呢，髮腳部分雕刻嘅紋就比較多嘅，所以呢就顯得比較立體。另外，喜多川呢件衫嘅背脊呢係一個大大嘅蝴蝶結。如果大家有睇過原著嘅話呢， cosplay 成哥德蘿莉塔風格嘅黑江霞，喜多川係需要揾方法呢令自己嘅變得更加大嘅。然而可能因為今次呢件係和服嘅關係呢，喜多川嘅就顯得有啲細啦，有啲可惜。圍裙上面嘅繩同埋花邊呢係做得有啲厚嘅，不過以呢個體積嚟講呢已經係極限啦，再薄嘅話呢可能會好容易爛嘅。呢個 figure 最有誠意嘅地方呢，就係佢衫上面嘅玫瑰花圖案，胸前同埋和服大陣袖上面都雕刻咗唔少立體嘅玫瑰花圖案嘅。因為和服係深紫色嘅，拍攝嗰陣呢又需要額外打燈先睇得清楚呢啲玫瑰花圖案。同樣係體積嘅關係啦，衫袖呢都做得有啲厚嘅，不過佢嘅摺痕呢就做得幾自然幾立體嘅。手嘅方面，喜多川呢就係露出咗小部分嘅手指啦，而且佢係戴上咗手套嘅，巧妙咁樣避開咗呢手指可能會殘留膠粒嘅問題。
裙嘅摺痕咧都做得好自然嘅，而高跟靴咧就用咗反光嘅顏料。之前我都提過啦，早期 Pop Up Parade 系列嘅底座咧係六角形嘅，好浪費空間。後來佢就改用咗圓形嘅底座啦。今次呢個喜多川海夢黑江霞文化祭 version 咧，和服嘅大陣袖嘅體積就相對較大。呢個圓形嘅底座咧，的確可以令我擺放嘅時候慳唔少位啊！今次可以俾大家睇下喜多川嘅裙底啦，因為咩都唔會睇到嘅。呢個 figure 就係做咗喜多川嘅小腿啫，幾乎成個裙底都係密封嘅。根據原著嘅設定啦，喜多川咧係可能冇着嘅，不過我哋就無從考究啦。今日有關 Pop Up Parade 喜多川海夢黑江霞文化祭 version 嘅開箱片就嚟到呢一度先啦。Pop Up Parade 系列嘅 figure 嘅品質咧，雖然唔可以話好好啦，不過一分錢一分貨啦，我覺得係合格嘅。而且我本身都好中意 Pop Up Parade 系列，我第一次買 figure 咧都係由 Pop Up Parade 系列入坑嘅，之後就走上咗一條不歸路啦。正如我一開始所講 ，Pop Up Parade 喜多川海夢黑江霞文化祭 version 咧，本身係屬於 Anypass 一番賞嘅。推出嗰陣咧，咁啱我就有 friend 喺日本旅行啦，所以我就叫佢幫我嚟個廿抽，但係我就抽唔中 A 賞，最大嘅獎咧已經係 B 賞嘅布畫啦。其實廿抽嘅價錢咧，已經可以買到4個海外版本嘅喜多川海夢黑江霞文化祭 version， 所以我呢啲運氣差嘅人咧，其實就唔太中意一番賞嘅。之後再有一番賞咧，我真係寧願食炒價。呢個算係咧，我為下一次開箱片做預告。最後我想講下喜多川 cosplay 成黑江霞文化祭 version 嗰個篇章嘅內容嘅。喺嗰個篇章咧，喜多川同埋五條軍就識咗一個女裝嘅男 coser 基野天音。天音就話俾佢哋知啦，佢嘅前女友咧知道佢有女裝嘅興趣之後咧，就話佢核突，要佢咧抌晒啲女性服裝嘅。我喺度先唔談論女裝呢個興趣有冇問題啊，我覺得核唔核突咧係因人而異嘅，只要你唔犯法，唔影響人哋，唔引起對立，係完全 OK 嘅。你知我想講邊班人啦吓？喜多川聽到天音呢個故事之後咧，佢喊咗出嚟，就咁樣講嘅。如果有咁多服裝，睇到就知道你好珍惜，好中意至係嘅。點解咁輕易就講出抌咗佢之類嘅說話呢？我絕對唔會原諒佢嘅。だってそんなたくさん衣装あるなら大事だって余ってるって見ればわかるのに、なんで捨てろとか簡単に言えんのって、絶対許せないんですけど。動畫播到呢一幕嘅時候呢，我都有啲想喊嘅。就如我呢個 YouTube channel 啦，觀看次數依然唔係好多。我呢條開箱片講咗咁多，可能都唔係話好多人聽到。但係我已經發布咗超過2000條片啊！有人同我講過，你咁少人睇你嘅片，不如唔好再拍片啦。正如喜多川所講，如果我有咁多片嘅話，就知道我好珍惜、好中意至係嘅。點解咁輕易就講出唔好做之類嘅說話呢？睇到動畫呢一幕呢，再一次提醒我點解我會咁中意喜多川海夢呢個角色。喜多川海夢對人哋嗰種純粹嘅共情，唔會嘲笑人哋中意嘅嘢，欣賞人哋努力做嘅嘢，可能正正係我哋喺現實中好渴望得到噶。咁今日呢條片就嚟到一度先啦，嚟緊下一次開箱片呢，都係喜多川，都係一番賞。咁我哋到時再見啦，中意嘅就俾個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另外大家記得 follow 我嘅 IG， 我係香口 cow，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